影唔到呢個完全。OK，我哋嚟緊會做一個香港嘅直銷比較平台。咁點解會搞呢嚿嘢咧？因為事緣咧，我幫一啲保險公司做培訓嘅嘛。咁就會有好多 district director 啊、regional director。咁佢哋其實個主要收入咧都係去管理，又或者係去協助一啲佢哋嘅 teammate 啦，去揾錢啦。咁譬如可能有啲人有500人，有啲 leader 會有6000人咁樣。咁佢哋就會有個團隊嘅佣金嘅收入。咁呢個收入係 passive income 嚟嘅，咁好好啦。但係喺香港咧，你做保險你就唔可以做 A 公司，就唔可以做 M 公司啦。做 M 公司就唔可以做 F 公司啦。即係件事會係咁。咁所以最近咧有一啲直銷嘅團隊咧，佢本身係揾我做 training 嘅。咁佢 train 下一定又係㗎啦，就會話：喂Percy，不如你開個 account 喺我哋度啦。咁然後就你介紹人入嚟咪收錢咯咁樣。即係多數都係用呢一個開場白嘅。咁 which is 我培訓嘅 team 咧嘅 leader 咧，佢哋全部都揾到錢嘅，因為係好 friend 㗎啦嘛，已經係直頭會 show 埋俾你睇啊，我揾幾多錢啊，佢哋好興呢啲㗎嘛。咁老實講，好多香港人都做過直銷啦，而係大部分人都會知道做直銷其實頂部嘅人係會揾到錢嘅，應該大家都同意啊。所以我哋稱之為金字塔嘅頂層啊。咁喺直銷嚟講，有3個唔同嘅階段嘅，我稱之為老中青啦。老又係咩咧？即係啲年紀大嘅公司，好穩健嘅國際大品牌，譬如可能 M 乜啊、New 乜啊、Herbal 乜啊嘅公司啦。咁而呢種公司咧，佢係好穩健。佢哋頂層嘅人咧係會有一個好誇張嘅被動收入嘅，可能幾百萬到幾千萬都聽過嘅。因為佢哋已經紮根喺香港30年，佢哋嘅市場已經去到可能係英國、新加坡、美國、加拿大、台灣、馬來西亞等等唔同嘅領域都有佢哋嘅下線。咁所以佢哋嗰個下線係好龐大嘅，咁佢又會有好高嘅一個被動收入啦。咁而調翻轉你要諗啦，就係如果你今日去參加呢一間公司嘅話，你可唔可以做到佢咁咧？可能得嘅，要30年咯。但係調翻轉佢依家嗰個市場佔有率飽和未咧？係咪真係同30年前一樣係公平競爭咧？我諗未必嘅，因為坊間第一多咗好多競爭對手啦，第二大家對呢個品牌嗰個熟悉度多咗，就係會話我都聽過啦，甚至乎我已經 join 咗啦，甚至乎係話唔使啦等等嘅，所以你去開發市場就會有一定嘅難度。呢啲老公司咧就唔太適合去依家發展嘅，即係如果你依家去 join。咁老之下係咩？老之下就係中啦，一啲中嘅公司就係冇咁老嘅公司係叫中啦，中年咁樣。咁其實佢都係邁向緊一個老品牌去發展嘅，想要穩定啊咁樣。咁如果以發展嚟講，你依家 join 一啲中型嘅公司咧，我覺得個潛力會大少少咯。即係如果你本身係一個有人物或者係有管理經驗嘅人嘅話，咁而係我哋嘅集中點咧，會喺青公司度，即係老中青嘅青咧，我直接稱之為 newborn 添啊 ，baby。咁喺 baby 入邊咧，就有2個最主要嘅路徑嘅，一個咧就係做唔到會死亡嘅，即係佢可能一開頭係威係勢開咗一段時間，跟住俾晒錢啊，跟住又可能執笠，有機會係產品做得唔好，有機會係個市場推廣做得唔好，有機會係啲團隊發生好大嘅問題，令到呢一間公司咧佢生存唔到，變唔到中公司，變唔到老公司。OK， 咁啊第二類就係做得好嘅新公司，譬如咧，如果以今年嚟講啦，2025年有2間公司咧，我都覺得幾睇好嘅喺直銷嚟講。個原因係第一佢嘅 product 好啦，第二佢嘅代言人係比較威猛啦，我只可以咁講啦。咁就第三樣嘢係佢有一啲新嘅公司啦。咁我頭先講咗啦，最緊要係金字塔嘅頂層嘛。咁點樣先金字塔嘅頂層咧？你覺得就係頭啖湯啦，同意嘛？即係譬如今日如果有個新嘅公司，佢要落嚟香港發展市場，咁要揾閣下幫手嘅話，去開拓呢一個香港市場，你願唔願意咧？你會考慮嘅條件係啲咩咧？咁可能會有咩咧？第一佢間公司本身喺邊啦，賣啲咩產品啦？到底係保健品、重複消費嘅魚油啊、維他命啊，定還是有啲器材嚟嘅？OK， 可能一啲
大件嘅器材啦，咁或者可能係一啲護膚品啦，咁唔同嘅種類嚟嘅，咁啊睇下你對呢個市場嘅熟悉度，又或者係公司嘅產品有冇一啲獨特嘅賣點，有冇一啲好強嘅專利護城河，真係解決到某部分人嘅痛點，係啦，真係解決到某部分嘅痛點，咁個產品先有價值啊嘛，而唔係一啲拉人頭嘅遊戲，咁就可以慢慢演變到中公司、老公司。咁當然你問我哋，如果去參加一啲newborn 嘅直銷公司，我哋梗係希望我哋喺頭嘅位置，然後經營到去中公司，經營到去老公司，然後我就可以收幾千萬嘅 override，即係呢個係我哋長遠嘅目標同埋思路啦。咁個問題嚟啦，就係咁我點樣接觸到呢一啲嘅新公司咧？即係譬如佢要嚟香港發展，咁佢點解要揾我咧 ？OK， 或者佢點解要揾你咧？係啦，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問題嚟嘅。最近我商會有個會友啦，即係一個會友啦，咁佢就話New X 公司咧就要發展印度市場，咁我就以呢個案件為例啦，咁我就問佢啦，咁你要發展印度市場，你會揾咩人啊？你梗係會揾個印度人啦，第一樣嘢，咁你會點揾咧？係咪喺依家呢一個世代咧？我估好大機會係透過 online marketing 去揾嘅。咁你會 search 啲咩咧？你可能會透過 online marketing 去揾一啲做直銷做得好嘅人啦，然後你去揾佢，又或者通常係線下 referral 介紹，喂邊個勁啊，介紹過嚟，我同佢傾下做印度區001咁樣先算啦。通常都係呢啲方法啦。咁所以我哋嚟緊呢個 project 最特別嘅位係咩？我唔係用公司去同你做對立面，我唔係做某一間公司，我係做直銷公司嘅比較平台。我係去利用現代嘅趨勢或者風口位，我去做一個直銷 IP， 而我唔係做一間公司，我係會比較可能呢間公司同呢間公司有啲咩分別，呢個 product 同呢個 product 有啲咩好，有啲咩唔好，你點解要入呢間公司？青年公司同老公司嘅分別係啲乜嘢？係啦，我哋應該點樣發展？我會用呢一個身份去做呢一個 IP， 令到如果啲直銷公司想去揾香港市場發展咧，佢會揾我嘅原因係因為依家香港冇人做呢一樣嘢。喺保險業入邊咧，有保險比較平台2-3個度啦。喺直銷入邊咧，有直銷協會，但係嗰個直銷協會咧係協會嚟嘅啫，佢唔係嗰啲咩比較嗰啲嘢嚟嘅，係啦。咁變相咧，我哋如果做呢件事嘅話咧，我會覺得係一個幾新嘅市場，一個藍海嚟嘅。咁當然啦，有朋友會話：喂，咁點解佢要揾你啊？佢點解唔喺 New Skin 嗰度或者揾啲國際知名嘅 marketing 公司啊去做？點解要揾你？所以頭先有解決咗第一樣嘢，就係我喺呢個領域咧入邊係專業嘅。咁當然我唔係話我呢一刻啦，依家係2025年嘅5月份啦。但係我個 project 嘅目標係可能建立3年4年去累積一定嘅香港粉絲或者係華語粉絲啦。你當可能係香港市場有5萬人睇我，跟住華語市場可能大概加埋有100萬嘅 fans， 咁我就會喺呢個市場有一個好唔錯嘅影響力啦。因為我哋專注於直銷呢一個板塊呢一個市場，咁我嘅 fans 應該全部都對呢一樣嘢係感興趣同埋高度關注嘅，應該係咁樣。咁所以我其實唔係一間 marketing 公司嚟嘅，我係一間直銷比較平台。我係一間直銷比較平台。咁然後觀眾就係一啲對直銷有興趣，或者係佢想有一啲新嘅直銷資訊，佢就會睇我咯。係啊，類似你要去玩股票，你就會睇啲財演；你要去玩區塊鏈，你就會睇啲區塊鏈嘅板塊咁樣。係，件事係咁。咁第二個賣點係啲咩？就係我咧會透過呢一個平台，我哋會去聚集唔同嘅一啲直銷嘅大咖。咁你就喂，咁點解佢要跟你啊？一定係呢個問題噶嘛。頭先同你都討論得好好啦，就係其實咧佢直銷做得好，唔代表佢 online marketing 做得好。係啦，佢 online marketing 做得好，佢直銷又未必有經驗。如果 online marketing 同直銷做得好，佢又未必有 training 嘅經驗。咁所以我係可以將呢3樣嘅技能咧加埋一齊，然後就去再同佢去傾一個合作咯。即係譬如假設佢係 M 公司嘅高層，又或者係高手咁樣，咁我哋就可以用我哋嘅
知識技巧去幫佢打造一個佢自己 IP 啊。咁當然個前提就要同我哋合作啦。所以我哋個 game 叫做直銷祖師爺，係啊，就係唔係用公司嘅角度去同佢比較嘅，我哋係高佢一個上游咁樣啦，即係上游咁樣嘅角度啦，去同佢合作。咁當我哋匯聚咗可能500個本身就喺直銷界有少少知名度又或者有少少能力嘅人，咁我諗海外嘅直銷公司佢要入去香港市場，佢一定係優先揾我，因為佢一揾到我就代表佢直接聯繫咗500個已經有喺度嘅唔同公司嘅直銷人員咯。OK， 咁佢就即係呢個就係我哋做呢一個平台嘅主要原因咯，就係聯絡一啲直銷人匯聚喺我哋度喺埋一齊。當佢海外公司入嚟嘅時候，佢就會即刻揾我哋就聯營到一齊去做啦。呢個係成件事最初步嘅計劃。OK， 咁呢件事有2個賣點係點樣做嘅？第一樣嘢就係如果你本身入過直銷，咁我問你一個問題啦。我當一般直銷嘅話術啦，係喂，今日咧我哋又好好兄弟啦，我睇好呢個發展機會嘅。咁我哋好好兄弟，你想入股1萬定係2萬，我哋一齊發展呢個生意啊？我當你會入啦，好冇？你揀一個啊，1萬、2萬、5萬、10萬，你揀一個數啊？1萬蚊係咪入嚟？咁入嚟通常就買咗貨啦，一堆貨咁樣，咁然後就發展咯。咁直銷好喺邊咧？係因為佢真係低成本、低風險，你輸極都係1萬，仲有魚油食，係咪？咁你當魚油成本要2000，咁你都係蝕8000嘅。仲有啲 training 學下咁樣先算，即係輸極都係1萬蚊，同意嘛？呢個係直銷嘅一個好處嚟嘅。咁而我哋大家會知道，如果直銷做得好嘅話，有機會去到幾百萬港幣嘅。咁當然呢啲叫做就係頭先講咗好耐金字塔嗰班人咧，係有幾百萬港幣一年嘅，係有幾十萬一個月嘅，係有嘅。OK， 係有嘅。呢個係直銷嘅一個好處，就係低成本。你叻嘅，你勤力嘅。你唔使按部就班嘅，你係可以有個好誇張嘅收入，佣金無上限。咁而我個玩法會係點咧？我哋會係喺你一定贏嘅情況底下先會開始呢一個遊戲。咩意思咧？就係譬如你今日同我玩，你話我對呢個 game 有興趣，咁我哋首先要釐定3樣嘢。第一樣嘢，我哋淨係做雙軌嘅公司，係呢個好複雜，我要畫出嚟俾你睇。我哋唔做太陽線嘅公司。因為我哋要槓桿晒500人嘅力量。太陽線係咩人做嘅？太陽線係叻人做嘅，太陽線係勁人做嘅。太陽線互助嗰個能量好低嘅，太陽線互助能量好低。雙軌咧係唔需要太叻嘅，係啊，只係大家都跟進度，就大家都揾到錢。雙軌係咁樣做嘅。咁如果你熟嘅話，你大概明我講咩啦？第一個條件，我哋如果萬一開波啦，假設真係開波啦，你要喺2個禮拜之內咧，就要叫到3個人入嚟嘅。咁然後我哋會有啲定期嘅 target，可能4個禮拜要叫幾多，唔會無限嘅，你放心。我哋最上限有一個上限係，可能你叫8個人入嚟就已經係最 maximum 最勁嗰個例子嚟㗎。但係你最低限度，如果你同我玩呢個遊戲，你要2個禮拜叫3個人入嚟。OK， 第二樣嘢，第一個人一定要擺左手邊。第二個條件，第一個人要擺左手邊。第三樣嘢，如果你 OK， 擺低5000蚊 deposit， 按金嚟嘅。OK， 咁你聽到呢度，第一我點解要擺低5000蚊 deposit 咁樣嗰啲啊？因為為咗我哋槓桿後面嗰499個人。如果我哋個 project 開波啦，500個人入嚟，同時開波。頭先記唔記得我哋第一個情況，你擺低1萬蚊啊嘛，你買咗貨嘅，我哋呢5000蚊咧 deposit 嚟嘅啫。我哋今日入一個雙軌，500個人一齊開波，開波嗰下就係你贏嗰下，因為我哋500個人同時進場，所以你留下咧，如果我確切地去講，假設你排最尾，我哋雙軌嘛，即係每邊250人啦。假設你排最尾，排第250，基於第一個人要擺喺左邊嘅原則，你一入嚟，你樓下就會有250個人。因為頭先嗰500個人應承咗我，佢哋要2個禮拜內請3個人，同埋第一個人要擺左手邊，所以你係一入嚟嗰下飲啲嘢先，都好。
你明唔明雙軌係咩啊？即係其實唔係好明係咪？係啦。唔該。我呢度解釋俾你聽。佢有版喎。好啊。雙軌嘅意思係咧，譬如呢個係阿 head 啦，公司啦，你當001啦，你當001阿 head。呢度係第一條，呢個係佢嘅第一個腳，呢度係佢第二個腳啦。我當佢叫 A 啦，好冇？佢叫 B 啦。C 咧係唔可以擺呢度，唔可以擺呢度嘅，一定要擺 A 或者 B 樓下。呢個叫雙軌，呢個清晰係咪？好清晰。好，咁嚟啦。假設你係最尾嗰個人入嚟，即係第250人啦。係 A 咯。第250人啦，我當你係咪？第250人。我哋頭先個原則係話，咁即係你樓上有249人啦，同意嗎？249人啦，佢哋呢249人，第一個人要擺邊？左邊，即係你樓下會有249人。明唔明個 game 係點啊？明咗啦，已經。咁你好聰明啊，因為我好少咁快講完嘅。因為咧，咁然後你呢邊咧嘅第一個人，你都要擺左手邊啦。你第一個朋友，我當佢叫做 C 啦，佢咪喺呢度咯。咁然後你第二個朋友叫 D， 你第三個朋友叫 E。咁你一入呢一個 game， 你就會有252人喺你嘅下線，而且佢係成個 game 嘅頭啖湯。佢係成個 game 嘅頭啖湯。OK， 咁如果你咁樣開始，我當都係俾1萬啦。頭先都係俾1萬嘛。你咁樣開始，你先俾1萬。同你頭先俾完1萬先開始，係咪有個巨大嘅分別？有個巨大嘅分別。呢一個就係我哋個模式同埋玩法咯，即係最基礎係咁。咁當然我哋主力要諗啲咩咧？就係如何去打造呢一個人設同埋 IP 去獲取觀眾嘅信任啦。所以我哋合作咗一個 TVB 嘅導演，佢係專係幫我搞呢一樣嘢啊。佢會幫我拍晒所有片啊。跟住做晒所有嘢，我哋會7月去正式 launch 呢嚿嘢。咁我依家目前嘅狀態咧，就係去同朋友分享下我呢個諗法，睇下佢哋嗰個意見係點樣啦。咁有部分人聽唔明啦，有部分人覺得我呢個諗法好新奇有趣、好神奇啦。有部分人覺得我係一個天才啦，跟住有部分人就話：喂，你幾時搞？我加入你啦咁樣。咁所以test 到呢一樣嘢係有人中意，有人唔中意，有人覺得 OK， 有人聽唔明。咁然後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嘅消息嚟嘅，因為一個我理想中嘅生意咧，應該唔係個個都聽得明嘅，係即係個個都聽得明嗰個生意，我唔會做嘅，我唔會做嗰個，一定係紅海，即係等於 Amway 一定個個聽得明啊！即係喂，我哋而家賣魚油咯，咁邊個聽唔明嘅？我而家唔係叫你賣魚油嘛，係我而家係賣商機。咁呢一樣嘢如果做完咗之後咧，中間有好幾個流程嘅。第一條問題就係，到底你排第一定排250定係排500？咁我哋唔係跟先後次序，我哋係計團隊貢獻度嘅。假設譬如開波啦，因為啲人會覺得唔公平啊嘛。咁譬如我哋今年聖誕節開波啦，咁到底邊個排第一，邊個排第500咧？我哋唔係跟先後次序嘅，我哋會跟團隊貢獻度嘅。所以咧，啲嘢係盡量喺公平同埋透明嘅情況底下，令到件事冇鑊氣嘅啫，冇鑊氣。咁點樣咧？可能係競拍，我哋依家一齊入呢間 A 公司啦，咁依家競拍咯。邊個有信心帶20人入嚟以上嘅舉手？咁呢班咪加某個分數咯。我哋用分數去計嘅。咁譬如佢喺呢500人入邊，佢貢獻咗幾大啊？我哋又有一個分數計。咁我哋會有一個詳細
精確嘅計分表咧，係去排嗰500人點樣排嘅。咁但係你咁樣就會每個人都開心，因為排第一嘅貢獻高啊嘛。佢可能自己一個人帶咗50個人入嚟，你俾唔俾佢排第一？你俾啦，係咪？因為點解？佢係你嘅上線，佢要幫你手噶嘛，佢要排啲人喺左手邊噶。記唔記得第一個人一定咩啊？擺左手邊咯。咁即係你後面佢一個人又會帶多咗50個人排喺你下面，因為每一個人嘅第一個人都要擺左手邊。呢個 get 到啦。咁所以排第尾嘅唔會抗拒佢做第一咯。OK， 我亦都係想創造一個良性競爭，就係啲人會話：喂 Percy， 花女同你 friend， 你又俾佢排第一啫？唔係啊，你都可以自己排第一㗎。花女自己爭翻嚟嘅第一，即係成個條款係咁。咁但係條款啲咧未寫得好清晰，大概諗一啲啦。呢個唔急住嘅，呢個暫時唔急住嘅，可能即係呢個下一步做啦。關於排名條款係啦，關於排名條款就再做啦。咁然後當成件事 work 晒咧，我哋有幾樣嘢，因為我哋 marketing 嘅成分佔好重啊。我自己睇商業嚟睇咧，用商會嘅術語就 VCP 啦。咁 marketing 都係 V 嚟㗎嘛。你點樣曝光？你點樣俾人知道我做緊啲咩？你點樣俾人知道我人設做緊啲咩？譬如你頭先 send 俾我條片，佢保險做得好好喎，係咪1萬個fans 喎？咁啲人咪會去跟佢做嘢咯。呢個就係人設嘅一部分。咁我哋嚟緊就係去搞呢一堆嘢，會係花好多時間。咁但係我哋勁嘅勁在咩咧？我哋勁嘅勁在我哋會做矩陣，即係咩意思啊？呢500個人咧，我哋會開放所有 marketing 嘅資源，包括文案點樣拍攝、燈光點樣做，教晒你嘅。咁務求咧，我哋將同一個 IP 打出去，就係直銷祖師爺，即係等於你當我打造雲理條 team 咁樣，只不過係雲理1萬個人都係 hashtag 雲理啊嘛，咁雲理咪會出名咯。咁譬如我哋 hashtag venture 咪會出名咯。咁我哋依家只不過係 hashtag 直銷祖師爺，咁呢個 project 咪會出名咯。成件事係咁，咁所以我哋透過矩陣，有冇聽過係咪啊？大概知係嘛？繼續講啦，你知唔知係咩先？係啦，咁所以咧透過矩陣咧，我哋散播裂變嘅速度就會好快，信任感亦都會增加得好快，因為啲人見到嗰個模式係點啊，甚至乎咧，我會拍一啲片係某啲可能係 QL 有影響力嘅人等等啦，譬如某個商會嘅主席啊，某個工程界嘅人，我哋消防員又好，隊長又好，海關又好，律師、會計師、醫生又好，我就會如果佢加入咗我哋咧，我就會叫佢拍條片，就係預祝直銷祖師爺計劃成功。咁我哋就去再增加一啲未入嚟嘅朋友嘅信心咯。即係所以我哋會擺好多力喺網上獲客、攞信任、做人設呢個位置度，再加埋矩陣，呢個係我哋大量擺力去做，因為就係源源不斷嘅新客。OK， 咁然後假設呢啲嘢 OK 啦，我哋就要落一個試點，因為最難嘅咩咧？就係啲人會嘈。有好多意見不合，你點樣管理啲人？成件事就係點樣管理啲人，讓佢有一個冇鑊氣嘅情況底下賺到好多錢又好開心。呢個係最難嘅。我頭先講嘅所有嘢咧都唔困難嘅，最難就係管理人，因為嗰班都係叻人啊嘛，嗰班都係揾緊一千幾百萬嘅人，甚至即係總之渣啲你都係渣極都有限嘅嗰班人。咁你就要管理嗰班人，令佢哋冇鑊氣。係啦，冇俾佢吸引住，係啦，咁樣咯。咁係，我哋就要揾個試點，即係唔可以紙上談兵，就要揾間公司落去試完成個模式。我哋一定要喺第一次係清楚講明呢個係一個試點，咁然後我哋落地試，就用呢個模式試啦。試完之後，我哋要檢討，我哋要復盤一次大嘅復盤，跟住我哋先開波，真正去做一個新嘅business 啊，就務求讓個成個模式係行到咯。咁樣喺咁樣嘅情況底下，我哋如果對碰，我就會有250層咯。咁基本上咧，如果喺我嘅角度啊，因為我一定係001啊嘛，我發起噶嘛件事。咁如果我發起，我做001對碰咧，任何雙軌嘅公司咧，我一定係賺咗100-200萬走噶啦。任何雙軌嘅公司係啦。咁但係如果你話基於長期要我下面啲人賺錢先有意思噶嘛，即係要呢500個人都一定賺錢咁先有意思。咁我哋嘅精力主要就投放喺呢度。
咁呢樣嘢呢個 project 未完嘅，真正變態嘅係咩？我話俾你聽，就係佢嗰個複製性好高。第一件事，如果你係 Amway 或者 Newsend 或者我頭先個 friend 佢唔想出名，冇問題，你可以匿名去做，你可以匿名去做。我哋係歡迎你匿名去擺人入嚟。譬如咩咧？你擺你家姐個老婆，喂，你擺你家姐個仔入嚟做你個 account，咁你自己同佢傾翻點樣收錢得㗎。總之我就認你。你可以唔用你個名，你可以用任何人嘅名，用你阿媽啊，用你阿爺啊，咁樣都得嘅。係你匿名做，因為有啲公司總之每個人有自己嘅顧忌啦，係啊，唔想去喺新嘅公司度蒲頭，但係又唔想錯失機會。OK， 完全明白冇問題，係呢個第一樣嘢。咁第二樣嘢就係假設我哋呢個 project 萬一成功咗少少咧 work 咗一次咧，我哋個複製效力咧就好誇張。首先，我哋有兩個複製嘅，第一個我可以複製喺唔同嘅公司，譬如新嘅公司入嚟，我就再做多次。我應該會每9個月就開一間新公司，新嘅直銷公司去做。每9個月就開間新嘅直銷公司去做。咁所以跟我揾到錢嘅人係會繼續跟我啦，跟你揾到錢嘅人都會繼續跟你啦。呢個同意嘛？因為我哋嘅 concept 係頭啖湯嘛。第一樣嘢係複製公司。第二樣嘢就屈機啦，複製地區。我哋可以將成個 project 擺落去華語市場。咁如果你英文好嘅，係咪擺落去英語市場啊？你西班牙文好嘅，你咪擺落去西班牙文市場。所以呢個 project 個 concept 一旦 work 咗，溫到落到地，賺到第一個100萬，你就可以複製喺台灣、馬來西亞、中國大陸、新加坡、日本、德國、印度我唔知。等等唔同嘅地區係用一樣嘅模式，個模式嘅重點係 IP 打造引流。咁但係因為我已經成功啊嘛，咁我去到我只需要 translate 就 OK 啦。我唔使由頭喺日本搭建個500人團隊嘅，我只需要帶我呢500人過去日本揾個 translate， 我就同個日文人傾，我將我所有片 translate 做日文 translate 啊，然後我咪再喺日本再收多500人咯。咁然後個市場咪交俾佢哋咯，同埋我嗰陣時已經有好多唔同嘅公司喺身㗎嘛，我咪掉啲公司喺日本開市場咯，我哋咪掉啲公司去馬來西亞開市場。咁呢個係一個終極嘅理想嚟嘅，所以我會同你個朋友阿 Joyce 講咧，我係咁樣講嘅，做得好咧，應該咁講。第一個係如果我呢個 project 咧做得差咧，就賺7位數；做得好咧就賺9位數，因為我唔係睇香港市場。我係睇緊點樣喺香港落地做試點，複製喺世界各地嘅華語市場、英語市場。咁呢件事重中之重嘅賣點係咩？就係我頭先問嘅一個問題。你覺得一個好生意要有啲咩特質？咁你有你嘅諗法啦。我嘅諗法係咩咧？第一，低成本；第二，佢要係一個剛需；第三，佢要可複製；第四，個護城河要夠深。我係齊晒嘅。我嘅護城河係咩咧？如果我做到啊，咁當然你話喂，依家有人抄嘅話，其實歡迎，我完全唔介意，因為呢堆嘢係我諗出嚟，同埋係我執行到嘅嘢。好多年前啲人已經問過，喂 Percy， 你間情趣賓館有人抄你咁點？你抄啦，我真係冇乜所謂，因為我食唔晒咁多客㗎。直銷市場我諗幾萬億咯，我點食得晒啊？你俾1億我都好舒服啦，唔使幾萬㗎嘛，係咪？即係我個回覆就係咁樣。咁所以低成本。同意啦呢個，同埋我贏嘅話，係我個風險極細。你俾5000蚊 deposit， 我哋齊人先開波啊！你明我個 concept 啦？唔齊人唔開波退翻俾你，你冇風險咁滯嘅。如果開波即係你贏噶啦，你開波你樓下最少有250人。如果你夠姜逼到去第一位，你樓下就最少500人。明個 concept 啦，係明個 concept 啦。咁然後剛需係咩？你覺得我呢一個 business 嘅剛需係咩？哇！你真係唔係你聰明啊！你啱咗啊！呢個 business 嘅剛需就係大家都想揾錢，並唔係咩魚油啊，並唔係嗰啲乜鬼嘢保健品啊、化妝品，唔係啊 ，sorry。呢個 business 嘅剛需係揾錢。咁而係通常啲人點樣